嘿，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4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最近關於房市的消息還是比較少的，可能由於是春節剛上班的原因，似乎各大房企還在冬眠之中但是媒體中介已經上班了，進入狀態。他們現在都在宣傳什麼回暖信號、小陽春，仿佛在號召大家趕緊去接盤，再不去來不及了，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我們看看這個樓市具體情況從這個中指研究院3月4日更新的報告看，2026年2月全國重點50城新房成交面積675萬平方米，環比下降26%，同比減少28%。其中一線城市是71萬平方米，環比同比分別下降48%和36%，累計成交207萬平方米，同比下滑30%。二線城市339萬平方米，環比同比分別下降34%和40%，累計855萬平方米，同比下滑33%。三四線城市265萬平方米，環比微增3%，同比持平上升2%。咱們一直說銷售面積要看新房，對吧？銷售價格要看二手房。你看這個新房雖然咱們這個中指研究院給的這個新房價格是微漲，但是銷售量、銷售面積那是暴跌都是20%多、30%多的下跌。這個你不能說什麼叫微跌，也不能用什麼跌幅收窄來解釋。全國50個重點城市新房成交面積環比下降26%，同比下降28%。你還怎麼說？還怎麼叫小陽春回暖？這個成交量開發商是活不成的。所以說你就發現這開發商是越救越慘。但是科爾瑞他3月3日的報告中指出，春節後首周成交同比漲10%，一線漲5%，但整體季節性低位。3月作為旺季或溫和復甦，可分化持續，就是春節之後這一周還看上去還行，同比漲了10%。我們看具體到城市這個深圳根據這個貝殼研究院3月4日的這個數據，2月一二手住宅合計晚簽3636套，就是受這個春節影響這個深圳的2月份環比是下滑56%，一手住宅晚簽1297套，這個其中龍華和寶安占比超20%，二手房晚簽1339套，成交均價6.2萬元每平米，連漲3個月。也就是說這2月份深圳的這個成交量有受春節影響在下滑，但是它二手房價格還漲了3個月，成交量下降，價格上漲，這什麼意思我們再看看這個上海因為上海不是公布了這個沪7條嗎？根據這個中指研究院3月4號的這個數據上海沪7條新政首周2月25號到3月3號，二手房市場迅速回暖，日均成交685套，首個周末單日峰值1013套。但是如果跟去年3月比的話，你很難說這個叫什麼迅速回暖。為什麼呢？上海去年3月份二手房成交是3萬套，將近相當於一天1000套。那這個截止到3月3號今年才2210套。如果按照過去那個速度，那現在怎麼得3000套了？但是它现在只有2221套，也就是說這個還趕不上去年。所以說回暖就是上海的沪7條到底是怎麼樣，還得往後看。至少目前看不出成交多了，但是待看多了。按照中介和媒體的說法，那很多這個樓盤很多中介客戶多了，但實際上簽約的並沒有多所以這個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3月3號發布的報告他認為這大幅下調2020年中國房地產銷售預期。此前10月預測的下降5%到8%，在這個基礎上調整為下降10%到14%。這個標準普爾給出來的市場下行的理由是說叫根深蒂固，庫存過剩嚴重，僅靠政府才有能力消化，預計房價再跌2%到4%，形成了惡性循環。這個星展銀行它這個第一季度報告說房地產需求反彈推遲至2027年，展望暗淡，房價下行至2027年企穩，拖累 GDP 0.5到1個百分點。這個房地產專家孟小蘇原國家房改擴體組組長，原中房集團董事長，他最近他說根據核心預測數據，2026年房價將迎來關鍵轉折，最遲下半年止跌回升，不會拖到2027年。一線城市核心區域可能率先企穩，三四線城市跌幅明顯收窄。這是孟小蘇關於樓市的一個判斷，認為這個下半年就止跌回升。關於孟小蘇對樓市的看法咱們也說過很多回一家之言。但是我今天看到孟
小蘇啊，他不聊房子了，他聊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戰爭，說的也挺有意思啊。我來給大家複述一下啊。孟小蘇他這個視頻大概有7、8分鐘啊，他是這麼講的，他說全世界啊都要為美伊和伊朗這場戰爭買單。哎，這個說法我覺得我是認可的啊，對吧？因為咱們經常在節目裡面也說動不動就要買單，對吧？誰來買單？最終還有誰來買單？牛馬和韭菜買單。孟小蘇說啊，他說戰爭最可怕的不是爆炸聲，而是他把成本悄悄地攤到了我們每個人的頭上，影響着我們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今天他说啊，孟小蘇說啊，他要分3個問題跟大家呀把這件事情講透。分成3個問題啊。第一個問題，他說這場戰爭啊為什麼打？不是偶然，是幾十年的恩怨的一次總爆發。他說這場衝突的根源早在上個世紀啊冷戰時期就埋下了，而且說出來很多人不信。我覺得他說出來，咱們啊經常看我節目的網友啊應該是能理解的啊，了解。孟小蘇說啊，他說伊朗現在讓美國、以色列坐立不安的核設施追根溯源，是美國當年親手提供給伊朗的。美以伊三國早年也曾有過一段蜜月期。当年冷戰，美國和蘇聯2大強國對峙啊，伊朗緊鄰蘇聯，對美國來說是必須拉攏的關鍵棋子。為了綁牢伊朗，美國下了血本，給錢、給裝備、給技術，還主動把核技術、核設施送給伊朗，實際上是幫伊朗造核電站啊。而且當年美國跟伊朗關係好的時候，是給伊朗提供了很多裝備，美式裝備，比如說啊，現在伊朗還有很多戰鬥機是美式的。孟小蘇說啊，他說這說白了就是拿核技術當見面禮，鞏固同盟。那個時候伊朗跟美國一路發展，慢慢就成了中東軍事經濟強國，跟着蘇聯是對吧，3天餓9頓，跟着美國都富裕了，這不是東大一位領導說的嗎？所以這個伊朗曾經跟着美國也富裕過，只不過啊貧富不均。以色列跟伊朗的關係更是好得很，以色列幫伊朗建情報網，伊朗給以色列提供石油，甚至有不少伊朗的母親專門到以色列生孩子就醫，兩國在軍事、民生、經濟上深度綁定。誰能想到後來能鬧到你死我活的地步？這是孟小蘇說的啊，說當時伊朗的王室把國家發展的成果全攥在自己的手裡，財富集中在少數人身上，底層老百姓過得苦不堪言，怨氣越積越深，這就為後來的變革埋下了伏筆。後來宗教領袖霍梅尼帶頭發動了伊斯蘭革命，推翻了親美的巴列維王朝，建立了伊斯蘭共和國。從這天起，一切都變了，伊朗的制度、意識形態和美國、以色列徹底分道揚鑣。美國奉行霸權邏輯，以色列是猶太教主導，伊朗呢是伊斯蘭教主導。這種文明層面的對立疊加利益衝突，三方徹底鬧掰。美以聯手對抗伊朗的格局一持續就是幾十年，直到今天。鬧掰不可怕，可怕的是伊朗手裡還握着當年美國給的核設施，實際上那是民用核設施啊，是準備造核電站的。美國和以色列最擔心的就是伊朗用這些核設施研發核武器，以色列國土狹小，承受不起核風險，這是他們的安全底線。於是美國拉着伊朗談判，達成伊核協議，伊朗不搞核武器，美國解除制裁，各退一步。可是協議簽了沒幾年，特朗普上台，直接單方面撕毀了伊核協議，還加大了對伊朗的制裁，協議徹底崩盤，美伊再次陷入了對峙，伊朗也重啟了核研發進程。後來特朗普再次上台，就是2025年4月份開始，美伊又談了好幾輪，但始終沒談出實質性結果。去年6月份，美國就聯合以色列對伊朗的核設施發動了襲擊，就是12日戰爭啊，聲稱已基本上摧毀了伊朗的核設施。而這次真正開打，導火索就是今年2月26日的談判，美國要求說白了就是逼着伊朗自廢武功啊，就是自己阉割啊，承諾沒有用，對吧？還得做手術才有用，寫保證書也沒有用啊，割了最徹底。說要伊朗自己拆除核心核設施，伊朗當然不可能接受。與此同時，美國在中東部署雙航母戰鬥群施壓，以色列本身就面臨着深层壓力，也跟着放棄談判，動手空襲。所以大家看清楚了，這場衝突表面是核問題，本質是美以伊
幾十年的文明對立和利益博弈的總爆發，這也是它難以調和、大概率長期持續的根本原因。第二個問題說，戰爭已經開打，未來會怎麼走？孟小苏說我給大家梳理3個最現實的走勢。第一，戰爭不會打一輪就結束，大概率是持續數周，重點打擊伊朗導彈、指揮、通信、防空系統等關鍵節點，核心目的很明確，壓制伊朗反擊能力，逼伊朗回到談判桌。第二種呢，說伊朗報復會擴大化，局勢會不會升級，就看2條紅線，一是美軍的傷亡是否擴大，基地是否遭持續飽和打擊，二是海灣國家是否從勸和轉向協同防禦，就是一起群毆伊朗，甚至直接參戰。一旦觸碰這2條紅線，局勢就可能徹底失控。第三是航運和能源，這是最關鍵的降溫變量。霍爾木茲海峽一旦受阻，油價暴漲，歐洲和各地區國家壓力會急劇上升，會主動推動冲突降級，促成停火，沒人能承受得起能源危機的代價。這是目前最現實的降溫可能，就是孟小苏認為可能是這個歐洲國家從中斡旋降溫，因為歐洲國家能源受不了又不能從俄羅斯買，完了之後霍爾木茲海峽這打仗還讓不讓歐洲活了呢？就這意思那麼第3個問題呢，他說最實在的對我們資產日常開銷到底有什麼影響，就對我們牛馬韭菜東大的首先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油價，關乎到每一個開車的人，每一個家庭的日常開銷。截止到雙方正式開打的前一晚，國際布伦特原油期貨價格是每桶73.2美元，現在已经明显跳涨。中國海油、中国石油、中國石化3桶油甚至出現歷史上首次集體漲停，後来再次漲停是吧？2个涨停。他說一旦短期霍尔木茲海峽被掐断，油價可能會跟當年俄烏衝突一樣，瞬間突破100美元，衝到120或者150美元大關。這意味着什麼呢？咱們國內的92號汽油會重新回到8塊錢每升的時代，開車一族的加油成本直接飆升，加滿一箱油可能要多花幾十塊錢。關鍵的是油價一漲，蝴蝶效應就來了，製造業、物流、航空這些行業的成本都會跟着漲，最後形成輸入性通脹，物價調整整體往上走。咱們老百姓買菜、買日常用品、出去消費，每一筆開銷都會受到影響，相當於咱們間接的為這場戰爭買單。這是日常生活孟小蘇說再說說大家關心的資產走勢。老話說大炮一響，黃金萬兩。他說黃金現在不是穩賺，是高位刀口舔血。為什麼呢？他的意思就是現在黃金不適合做風險資產，局勢一緊，黃金有避險溢價，但是一旦衝突降溫，美元走強，市場回歸風險偏好，黃金也可能快速回吐漲幅至於股市說大家也不必過度恐慌，戰爭必然引發全球股市一輪恐慌性的下跌，但對咱們非參戰國來說它是影響大多是短期的，反而會有幾個板塊可能會階段性上漲，比如軍工、能源、貴金屬，這也是地緣衝突帶來的結構性機會。孟小蘇最後說咱們聊這些不是為了看熱鬧，而是要明白地球全球地緣局勢從來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每一衝突的每一個走向都可能影響到我們油價、物價和資產安全。希望這場衝突能早日降溫，畢竟對任何一方老百姓來說戰爭帶來的都只有生死離別，無家可歸，而我們能做到的就是認清局勢，理性對待，守護好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我不能不說這個房地產專家孟小蘇聊中東局勢比他聊房地產要強一些。你看看，至少比這個胡錫進老師聊這個中東局勢要客觀得多，對吧？他也沒有說什麼美國以色列什麼霸權然後伊朗的這個神棍政權就應該怎麼着，人家把這個都淡化了。就是你看都是體制內的，對吧？他們跟胡錫進老師都是體制內，都是拿高額的退休金的這房地產專家他沒有站在老朋友教士集團這個立場去講話，那相對來說比較客觀的描述，那就是怎麼說呢？無非就是說的他有的記錯了，或者有的記串了，對吧？說的不對，但是他基本上是站在這個一個相對客觀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教士集團這個立場。而胡錫進老師就不一樣了，對吧？他就立場先
先行，他是站在教士集團，那就可以啊，为了对抗美国，你就可以封锁霍尔木斯海峡，你就可以乱炸，对吧？然后谁也别想过，只是伊朗国内老百姓日子更难，那管不着。只是说你东大的油价涨啊，美国的油价涨，那也没事。所以说胡锦老师他是你看立场，他站在教士集团上面，那只是对东大的影响他就无所谓了。东大老百姓油价涨就涨吧，怕什麼呢？畢竟是為了反美大業啊。所以說你看啊，這個房地產專家孟小蘇談這個房地產之外的話題，還顯得更理性、更客觀一些，對吧？一談到房子呢，好像就也是立場先行，對吧？認為房價就要漲啊，房價一漲，對吧？叫一漲遮百醜，房價叫一漲解千愁。想法是好的，無論是股市還是房價漲，當然是好事，但是你要脫離了基本面，就是你沙灘上建高樓，你這麼漲，最終受害的還是經濟本身，對吧？你吹泡泡，最終泡泡會破滅，那個時候那就慘了，對吧？就是說這個世界本來說這個房價漲和跌並沒有什麼好壞之分呢，對吧？不能說漲價就不是好事，不是這麼說的吧？房價漲也是好事啊，但是你脫離了基本面的漲，你沙灘上建高樓，對吧？你房價已經遠遠脫離了這個韭菜的收入，完了你又指望韭菜去接盤，你這個就不講理不講道理，對吧？你這就是害韭菜，就是你遠遠超過了韭菜的收入，完了之後你還指望韭菜去接盤，忽悠韭菜去接盤去買，這個叫不道德。反過來說啊，韭菜的收入沒有漲，對吧？你指望着房價漲也不切實際，也不現實了。因為這個作為市場經濟，對吧？你房子要流動，也就是有人買有人賣，你不管它漲不漲，它漲了之後你必須能賣得掉，變成，對吧？這個兌現。如果你說各個地方房管局啊、不動產交易中心給你把房價定死了，就這麼多，不准降價，降價不讓你交易也可以，對吧？你房價年年漲都行，計劃經濟嘛，往上飆，那沒人買，沒人買賣，成交量歸零，有什麼意義呢？變成一個不能流動的資產，真的叫不動產了，對吧？不能變現的資產。所以你房價漲，它要健康，也就是我從5萬買的漲到10萬，我還能賣出。問題是就在這兒了，你10萬賣給誰呢？誰願意10萬買？完了10萬還能漲到15萬是嗎？漲到20萬，就是願意出10萬的這人是誰呢？然後他也能想象誰出15萬或者20萬從他手上買走呢？沒有了想象空間了。所以歸根結底啊，一切的一切都是房價這個過去20年這個瘋漲啊，它比韭菜的收入脫離了基本面，現在是叫回歸，就現在叫校正。校正到什麼時候咱也不知道，你一直到這個房價跟韭菜的收入產生新的平衡，它自然就止跌了，對吧？再跌它也跌不下去了。那什麼時候呢？這誰也不知道。要麼對吧，你想辦法大幅提高韭菜的收入，如果你提高不了韭菜的收入，那只能看着房價往下跌，好達到平衡。包括租金也一樣，對吧？現在韭菜失業，對吧？找工作很難，這個一過年啊，很多韭菜到城裡面找工作，叫上班呀，一開工就失業了，被通知裁員。你說這個房租租金還能漲嗎？你可以漲，對吧？你漲人家就不租了，人家因為現在房子過剩了，人家會租別的房子，對吧？你這兒漲，人家往遠處搬一搬，價格就降了，租金也得下降。有專家說啊，失業率高，經濟弱，泡沫破裂，房地產價值持續下跌，深層問題是經濟的瓶頸，短期政策起死回生是不可能的。這種房地產的持續下跌啊，會形成一個骨牌效應，不太可能短期內通過什麼樣的政策方針讓房地產起死回生，所以房地產的泡沫破掉是遲早的事。這個李迅雷啊，他說透過數據看清真實經濟，租售比低，買房不如租房，二手房上升是階段性的。他說下山路上也有上坡，也就是說你看啊，你下山的時候也會遇到上坡路，這很正常。2020年中國樓市會觸底嗎？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為認為樓市的政策底已明確，沒毛病。他說政策底那就是不停的出政策唄，說政策底已經明確，但市場底正在確認。張大為表示啊，2020年是築底關鍵年，市場難現微型反轉，以窄幅震盪，跌幅收窄，局部企穩為主。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你不要指望着這個什麼微型反彈，跌到底馬上就反彈了，不要有這個想法，那就是 L 型復甦啊，跌到底了是橫着走一段時間，走多少還不知道，不要擔心它突然反彈跑了，追都追不上了。他說樂觀情形下，1、2線城市核心區有望在今年上半年底率先確認底部，也就是6月份。但這個我覺得也樂觀了啊。說實話，這些看法不接地氣，不說實話，迎合上頭。專家錯了不賠錢，韭菜錯了那就上半輩子白幹。就連這個高盛
呢，他的最新的判断啊，他也認為2020年是樓市的分水嶺。高盛認為啊，核心區就是比如1線、2線核心區啊會止跌，但是啊3、4線風險加大。摩根大通、瑞銀、野村證券他們的這個判斷呢就更加悲觀一點啊。2月新房銷售創21年以來新低，百強房企啊拿地只有930億，同比下降30%。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啊，政策刺激基本上已經窮盡了，也沒什麼政策了，不足以扭轉下行，也就是樓市下行的趨勢啊很難阻擋。這個是摩根大通啊、瑞銀還有野村證券的看法，意思就是還要往下跌啊。高盛看的就比較謹慎一點，他認為這個核心區啊可能嘛不跌了，但是3、4線風險還是很大，還得跌。所以現在無論哪個機構啊，基本上是比較謹慎的，也就是說我們至少能得出個結論，就是它不會大漲，对吧？現在爭論的无非就是能不能穩住，止跌還不止跌，对吧？就不會大漲，這個基本上是共識，就不會大漲。不會大漲，那就說明什麼呢？說明還就是那句話啊，就是房子是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那作為牛馬，作為韭菜來說，作為消費品，对吧？你能不能消費得起？消費得起你就買，消費不起啊你就等等。這個是咱們一直以來的觀點。所以說啊，這個建議啊，這個房地產專家孟小蘇以後聊國際局勢吧，不聊房地產，免得聊房地產遭人罵呀。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